山姆最近出咗好多神仙新品，我都幫大家試過晒，過嚟睇下邊啲值得入手啦。烘焙區身上嘅呢個迪拜朱古力千層，份量好實在，切開之後層次超豐富，開心果奶油同朱古力脆珠交織埋一齊，口感綿密而且甜度唔高，啱晒各種三分糖選手。仲有雪櫃入面呢個路易朱古力黃油蛋撻，真心推薦。佢係嗰種你食咗第一口就知道用料非常唔簡單嘅小甜品，打開入面係非常精緻嘅獨立包裝，平時放雪櫃存取好方便。個人推薦從雪櫃拎出嚟就直接食，因為佢係凍嘅狀態下真係超絕。上年一上架就斷貨嘅楊枝甘露，整體用料好足，每一口都可以飲到芒果肉、脆波波同西柚顆粒，口感濃郁絲滑，非常經典嘅廣式風味。仲未飲過的朋友，呢次要快手啦！屋企有空氣炸鍋嘅一定要拎呢個華夫薯格，40幾蚊有呢個份量真係好誇張。用空氣炸鍋200度8分鐘，外邊脆卜卜，入面軟腍腍，口感比普通薯條更脆。中意薯條嘅必入。調味區嘅呢款辣味番茄肉醬，佢喺傳統番茄肉醬入面加咗辣椒調味，辣得更過癮，直接淋喺飯或者意麵上，真係超好送飯。一份成本仲唔使10蚊，超抵。然後係烘焙區嘅魔款蘇丹黃榴蓮麵包，每個個頭都有手掌咁大，麵包體好鬆軟，帶着一絲黃油香，加熱後內餡微微流心，可以食得出榴蓮係好新鮮嘅嗰種，完全冇香精味。40幾蚊一大盒，榴蓮發燒友真係咪錯過？